是敢若武汉肺炎继续吞大，咱的流感疫情同款是当咧大拖。台湾顶礼拜若新增加56例流感动症头的案例，引起14个人不幸无命。上届特别注意的就是其中一个23岁少年家当咧食头路，伊本身就先天性免疫功能各样的情形，为着流感5天后，互医生看，中期尾也是不幸无命。一个统计，这一届流感期累计拢总914例动症头的案例，会当讲是5年来共这个时间上界侪。 每一个人挂嘴암，因为对武汉肺炎感觉真惊吓，民众挂嘴암来防疫，互流感的疫情减少。疾管署统计，顶礼拜问急诊类流感看医生的人只有8万多名，比前一个礼拜降低。但是流感重症的患者新增加56例，各有14个人死亡。本流感季最轻的23岁的男性，他其实是本身是有这个先天性的免疫功能的低下的异常。 那他其实之前也是反复会就是感染到了肺炎。这名上少年的死者，厝住伫咧南部，23岁少年人，本身就先天性免疫系统无正常，也就是白血球功能欠损，而且有慢性的肺炎，伫咧1月中旬发作，出现嗽、发烧、走路会喘的情形。5天以后来看医生，无想到是双病的肺炎，伫咧看医生当天就不幸来过往。这14位全部都有慢性疾病或潜在疾病，那14位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，包括这一位23岁的男性。以统计来看，这届流感总共有914例重症患者，创下5年以来同一个时期上悬。医生嘛提醒，流感也搁伫流行期，公费接种的对象目前搁有28.8万剂，公费的预防车千万唔通袂记来做，增加并发重症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